啊，我哥哥风尘仆仆啊，他现在在经营这个猎人学校，然后教大家怎么生存，怎么猎物这样。是啊，我在花莲几代猎人学校啊当一个教练啊，希望啊有时间到花莲了，找我平常兄弟回顾，我带你们到深山里面去过野外生活，谢谢。这一首带来，给各位带来这一首，那夜风的声音。
各位的掌声啊！很久没有听到这个掌声了啊，因为我都在深山里面，所听到的都是鸟叫的声音啊。那今天来到这个来，顺便不是顺便，是一定要来，跟我的好朋友马友彪助阵啊，祝他高票当选，谢谢。拍手。希望你有时多少多记得，冷漠有少多个故，安诺爸爸真的很难。tunala mo有少多个故里那。你不等到过的人那么阿嘎多比卡拉的，一起来。夜呀，哎呦呀，夜呀，不爱呀。一起来。夜呀，哎呦呀，夜呀，不爱呀，大声一点。夜呀，哎呦呀，夜呀，不爱。再一次，你们。还要才会当选，再一次。耶呀，哎呦呀，耶呀，不爱呀，再一次。耶呀，哎呦呀，耶呀，不爱呀。你不等到我的人那么阿嘎多比卡拉的，不给人拉过。哎，谢谢。